香港居住空間有限，而寵物花最多嘅時間留喺屋企，比我哋更容易近距離接觸潛在嘅室內污染物同病菌，所以潔淨嘅家居環境就係對佢哋健康最大嘅承諾。多樂士寶貝護敏7寵愛認證新升級，通過日本 JIS 最高等級抗菌檢定，可抵禦8隻人寵共患病菌，零 VOC 抗甲醛，仲有護敏配方，保證佢向屋企嘅每口呼吸都清新健康。而家多樂士更聯同阿棍屋推出寵愛有家慈善行動，買多樂士寶貝護敏7一罐，多樂士即分別捐出5蚊或10蚊俾阿棍屋，幫助流浪動物重獲新生。而其中3個月定為寵愛加倍月，每買1罐3公升裝，捐款雙倍至20蚊。多樂士一直都有免費贊助油漆俾阿棍屋，作修葺、翻新同埋美化動物中心嘅用途。今年更加擴大慈善規模，俾更加多嘅動物受惠。為流浪動物出一分力，一齊支持多樂士寵愛有家慈善行動啦！多樂士寶貝護敏7寵愛認證新升級。